紫砂泥绘，以泥饰泥，根源是国画，一笔成形。墨骨法，先勾轮廓，再完形填空。填色法，淡色上反复着墨，墨就分了五彩。在泥绘的方寸之间，只为留住那份转瞬即逝的鲜活。胡娘这一代人，00后审美会发生差异。我们同时学油画，同时学美术，但是我是固化了这个思想，好像这个传统线条当中只能用传统中国画书法去装饰这样一个紫砂器。胡娘她就表现出来，她是很直观的用自我的角度去装饰紫砂。在紫砂历史上的风格和面貌是耳目一新的，和他的这个所做的都产生了一个不同时代的特征。画动物类型是紫砂泥绘里面最难画的，工笔画是作为基础的，然后也要练书法，你的手要稳。像这一条龙的话，一画的话基本上就是5天左右。画龙，点睛，龙鳞一点点清晰，不学陈荣《九龙图》的气势，要的是年轻人的意思。跟我爸一样吧，有点喜欢标新立异啊，所以就是一直想做原创的东西。如果你对自己要求高的话，各方面都会非常的讲究，因为这些作品就代表着你自己啊。如同天光云影，浑然天成。当最后一笔落下，胡深便拥有了新的生命与灵魂。